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这个是国家欢收看在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因为起地计税因花边县真侪县市拢相对做出配套，但独独咱台南市却只看到在野党议员发出不满，执政党议员却无写无说，引发议会国民党团不满，想因召开记者会考试，民进党民代拢是客冲议员。今年的计税调升虽然引起不少民怨，但是这历史积极的县市参像桃园、台中、甲宜兰拢做出调整幅度，甚至分期等配套，却独独无看咱市民进党籍议员为人民发声。对此，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严厉批评，甚至发动民众共同走出客冲民代。这个民生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一个执政者没有办法开源节流，然后尽往百姓的口袋里去拿钱，我想民间疾苦，希望执政者还有我们执政的民进党议员，你们要勇敢站出来，为我们台南市民能够发声。台南市议会内底有足侪拢是起冲议员，我想他当初在竞选的时候。站在政见会场，大言不惭。他说要帮民众谋福利，帮民众把关。结果到了市议会以后，他变成起冲议员。我们今天要协寻台南市议会这些起冲议员，您在哪里？会中议会国民党团嘛做出4点的决议，希望在税局人员召回建议。住用住宅不调涨的话，大概是8000万到1亿啦，哈。就这个金额里面，我们第一个就希望，不调涨，住用住宅不调涨建议了哈。第二个就希望延长住用住宅，申请的期间，当咱这么截止到财委底了哈。我们希望到12个月。第三，依据税捐计征法第26条的规定，刚刚讲了哈，地价税是咱市就会让做主的。各县市今嘛拢咧分期缴纳，还是讲延期？我们希望延期1年。刚刚讲一档，可以分期付款。最后，国民党籍议员每一人提着戴口罩的民进党议员名句，除了向前立赢的民代唔敢为人民发声以外，同时嘛提棍啊拍破向前维权的伤啊。针对国民党籍议员批评，议会民进党团总召才回应。这政策要改革，难免会有顶拆期，该改革也是爱改革。民进党团一直支持市府政策，希望民代卖善尽责任，做好沟通的角色。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对百年女权进展历史当中和女性朋友力量争取更加侪妇女想要推动的议题，所以市府社会局对今仔开始举办一场真特别的展览。除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以外，嘛希望营造台南成为所有女性安心、追求梦想的基地。现在台湾女性当时开始接受教育，开始投入就业市场，或是开始有参政权。这答案就伫历史专书当中，透过女权会、社区中老社会甲副市长干事做阵贵宾，一箱一箱贴起来，嘛向前勇敢拍破社会限制。追求权益女性一步一脚印的成果，当然为了让更加侪人认识女性力量，对此社局对18号开始特别结合历史博物馆的珍贵资料，伫爱国妇女馆进行展览。那今天在这个地方看到100年来台湾400年来台湾整个女性的一个足迹史，基本上就想到很多事情哈，那台湾的女性在以前，她们都是男生的附属品，脚怎么走都是男生的附属品。那大概女生只能够公转，随着老公，随着孩子，随着打给打光在公转，那没有办法自转，从来没有谈到自己，都勇于去帮别人想，勇于牺牲自己哈。
所以在整个一个足迹史的变化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女生在整个台湾里面，她过去她的辛苦，对整个台湾进步的社会里面撑起一片天了哈。那我们说女力啊，女力的一个轨迹。那女力的轨迹，这100年来在台湾，当然我们很多的妇女朋友非常的关心，非常的关注。那也见证了好多的这样子的一步一脚印的一个事迹。那未来只要是社会局在这边所做的一些事情，所做的一些任务，我们都会聚焦在妇女的部分。嘛，因为爱国妇女馆这个地点当初是由女性团体组织将事宽益推动的特殊意义，所以伫回归古迹原本的历史特色之下，嘛，互这场展览成为参观者当中有肯定女性饮水思源的感受。因为其实要记得自己的过去，那过去其实都有很多的传统的经验。那其实纵使它在创新，其实都还是有原汁原味的东西在里面。那我觉得人都不能忘本啊。如果你忘本了，其实你做任何的事情，其实你就会找不到方向。该展览对今日正式开幕以后，将到11月底为止。希望女性朋友看完展览，更加拥有自信，勇敢地台南追求梦想。但新闻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小桥的上午除了办展览，下晡也有因应个人社会委托求和基金会所设立安养甲长期照顾中心的正式开幕。该中心除了200床，会当照顾适龄甲适地的时段，有日间照顾，有长辈完善的照护环境。随着老人人口增加，老人安养以及照护需求愈来愈悬，台南市政府利用公益彩券所存来的钱作为基金，打破传统机构单一照护模式，甲民间合作开办多功能的照护中心，都是专人化的照顾模式。为日间照顾、安养、长期照护等等，拢会当伫同一个园区，互长辈会当更加安心。可以照着举手来，我们喊1、2、3，请揭牌。这是更加集体呢来照顾这方面有需要这老人吼。市长对这嘛是非常重视，所以叫社会局由我来带领社会局咱个卫生局、教育局呢，甲公务局吼，37区巡回吼，要去甲咱的这个区长、甲里长、这社区理事长，甲咱社区内底呢，会当提供 A 点、B 点、C 点的这个长照机构资源的人员，大家拢出来了呢。我家做一个说明了，希望讲大家呢对下底到顶管来帮忙政府，帮忙咱家己呢来照顾咱社区有需要照顾这些老人吼。负责经营的树和社会福利基金会，以20档照顾长者的经验，将原本的中青公寓改头换面。院内不只有舒适的环境，嘛提供各种静态游戏以及动态舞蹈等活动，希望让台南的长者朋友有一个轻松快乐的生活环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让更加多民众了解台南现代艺术的历史甲进展，这位跨领域的艺术相关工作者共同合作，推出城内城外台南现代艺术初探，对今仔开始将伫文化中心展出，欢迎大家踊跃前来欣赏。李二站分布伫咧400到800年代出生，无共世代的代表性艺术家，因的作品即马拢伫文化中心第2、第3艺廊展出。即寡多元丰富的当代艺术品，会当聚集做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那很难得啦，就是说很难得有机会让这不同领域的人一起对这件事有一个还蛮有共识的看法，好，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展览。那在几个学时评的策展人他们的帮助之下，哈，我们其实找了里面还有记者哦，以往那个像那个维芬黄维芬哦，就是他帮我们记忆起很多东西，然后学时评的这几位他们就帮忙的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跟资料这样。那等等啦，就是说还有包括里面的这个纪录片的团队，
他们就是几乎是那种感觉，这是大家都在做义工的那种状态下跳进来做这件事情只是大家觉得说，这件事蛮重要的，必须做这样。这届展出的作品丰富，也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台南，不只有老艺术，也有充满复杂性的当代艺术。很多的艺术发展其实都是从台南开始的，不管是从明清到日治，甚至战后，那其实台南在整个台湾的艺术发展史上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跟地位。那这一次展览是以当代艺术为主。很多人对台南的当代艺术非常的陌生，都认为台南只有老的东西，却不知道说，其实台南的当代艺术的发展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早。所以这次特别邀请林煌迪老师以当代艺术跟台南的关系来做策展，所以这次总共邀请了10位台南非常杰出的当代艺术家。那其实虽然说是当代，虽然是10位艺术家，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也是跨了几个世代的这些艺术家，所以他们的作品的一个呈现风格，其实都反映了他们在不同的一个时代对当代艺术的一种表现的手法。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展览。过去也少有这样子规模之大的一个展出，所以欢迎爱好艺术的朋友，尤其对台南当代艺术想要了解的朋友，千万不能够错过这一次的展览。即日起到12月4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第2、第3艺廊展出，欢迎民众做伙前来欣赏台南的当代艺术。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迎接温馨的圣诞节，台南有8位公司为了帮助偏乡的小朋友得到因心目当中第1名的圣诞礼物，也就是运动鞋，所以再次号召消费者甲善心人士发起募款，目标是156箱，将分散予大台南3间偏乡的公司活动。由台南大安东百货所发起的串联公益丢无运动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7档。甲过去无同，鞋拢是送予弱势团体。今年主办单位特别选择偏乡活动，预计将丢无156箱旧鞋送予大台南3间偏远学校。台湾大圆百一直在公益的部分是不落人后。那我们在每一年的12月份的耶诞的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都会举办一个耶诞的一个活动。那今年我们规划是在12月17号举办一个耶诞点灯活动。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有搭配了一个我们跑吧一起向前冲的一个耶诞木鞋活动，这是我们连续第7年举办的活动。每次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而且这也是小朋友票选里面第1名最喜欢的礼物。所以我们今年预计规划募集156双的运动鞋来捐赠给这些小朋友。那在当天的活动里面呢，我们会搭配邀请这些小朋友到高雄的寿山动物园来做一些体验，然后另外也邀请到我们隔壁的香格里拉5星级的饭店享用一个美味的 buffet， 然后晚上部分来参加我们的点灯活动，然后在点灯活动同时，我们会赠送一个募集来的运动鞋。那么也希望说这些小朋友呢，在这次活动里面能够感受到社会大众的一些关心在未来的部分，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些爱心来回馈给其他的小朋友。第3间偏远学校分别是东山吉北线咸水德保国小甲7个树南国小，其中树南国小全校只有62位学生。校长李正辉下晡嘛带领几位小朋友前来感谢，小朋友看到新的球鞋，内心中非常的欢喜。
对活期间对今日开始到12月12号，欢迎社会善心人士共同响应。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大一点哦。在日本亲生的特色布衫，因为备受欢迎，今年再次前来办会展开为期16天的特别会，而且难得是业者伫行销同时嘛无白给你做公益，因为到时因将免费赠送亲生的苹果，予东山及8所学生，同时呼吁大家关心偏乡儿童。无论是古水的疗愈小物品，或者是日本出名的梅亚酒。也是好食的日本脆食物啊！即马即寡物件毋免到日本嘛会当买会到。即届台南知名百货业者推出亲生的文化物产嘉年华活动，现场除了台南的业者，也有日本红前市长甲侪日本来贵宾，和甲某的时刻显得老的滚滚。这个活动的侪日本商品当中，主打的重点是日本亲生的苹果，不止种类真济会当选择，而且每一粒拢是经过严格挑选，品质绝对是100%。大家都知道，青森县弘前市那弘前市是在日本的那个产地最大的苹果，它占全日本的苹果占了50%以上。所以说，弘前市的苹果是最有名的那这一次我们特别原汁原味请到日本包含葛西市长、弘前市市长到我们台南这边来分享的弘前市的苹果给台南的乡亲那这一次的苹果我们有2种价格，一种的价格是阳光富士苹果土岐苹果王林苹果等等，这个都是119块。另外世界一这个很特别大的苹果是349块。其他的部分我们还有弘前市各式各样的吃的包含那个酒类，苹果酒、美酒苹果饮料，还有他们的那个山地水都非常非常的有名那这边也集合了日本的各式各样的一些物产到我们台南这边来。当时消费者需要伫咧活动期间，东港消费满500块，有机会会当参加台北亲生双人来回机票的抽奖，有买有机会。台南新闻网站采访报道。虽然现在日本现在食品进口引发争议，不过保业者举办日本商品展已经第6档同款强滚，今年都有超过90间的在地物产甲美食，也有推荐25位日本高人来台湾实演。展览当中，古水的熊本熊快闪店以及扭蛋专区特别吸引消费者眼光。新光双月已经举办6档的日本商品展，今年除了北海道。沖縄外人气美食，更加加入民众上喜的九州地区，引进了25位日本专业师傅到现场展现拄价。日本知名地缘家拉面以及五郎家拉面，超过50间日本超人气的点心，以及韩国海产市场新鲜直送活跳跳的帝王蟹。除了各式美食以外，嘛有侪侪日本内的特色商品。手巾仔、家具、武士刀等等，为何大家一遍看好够开？这次我们网罗了北海道冲绳地区，更加入国人最喜爱的九州地区，引进25位日本职人来台实演90家品牌。那我们这次最特别的是，我们引进了超萌快闪店熊本熊的快闪店。而且我们这次有引进很疗愈的杯原子扭蛋专区，推出台南新天地独家款的皮卡丘扭蛋。那有兴趣的民众欢迎来参观。这边嘛特别邀请日本超人气的熊本熊快闪店，以及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拢真喜意的扭蛋专区，也有台南限定的皮卡丘扭蛋。对日本商品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这个机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也关心医疗资讯，有一位60岁男性因为有高血压、糖尿病关系，最近天气变化有一天突然间视力恶化来看医生，后来经过诊断，证实是视网膜静脉血管塌掉的，也是俗称的目睭中风。
经过紧急业务注射，视力才慢慢恢复。天气转凉的变化，都容易产生心血管疾病，其实嘛是目睭中风的高峰期。对此，现代病医表示，俗称的目睭中风，就是视网膜内静脉血管塌掉的，造成出血加黄斑部水肿，会严重影响视力。所以，医生提醒，虽然目睭中风无明显镜头，都是向来，唔过当预防方式，对病时控制高血压等三高。三高的病人包括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这种病人的话呢，他在发生眼中风的机会是比一般民众来的更高的。所以一般如果你有三高的问题的话，应该是要在平常呢就积极的做治疗，把它控制好你的血压、控制好你的血糖跟你的血脂，避免发生这种眼中风的机会。这样。医生进一步表示，国内目前会当用来治疗的4种药物，原本拢是爱自费，做一摆介绍为甚至爱3-5万不等。不过对今年10月开始，健保署已经有条件给付，成为患者的一大福音。那我们的健保局呢，在今年的10月份开始，针对几种药物已经开始有给付。那主要是以中央静脉阻塞为主的病人，有提供一些药物的给付。那如果呢，在诊断上确实是这个中央静脉阻塞，有需要的话呢，会请眼科专科医师呢来帮你做一个申请，这样子，包括乐视琴这个彩视米以及奥迪式的一个药物的治疗，这样。药物虽然有条件给付，不过医生提醒民众，只要发现突然间目睭看不清、有视力退化真紧的情形，一定要赶紧来看医生。电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咱的骨头甲其他器官同款是不断新陈代谢，一旦骨质流失，严重就是产生骨质疏松。不过医生提醒，其实除了老化，背后还有真侪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其中连固定维持走马拉松运动，特别是选手，今年嘛是骨伤的高危险群。大家清楚，骨质疏松对女性来讲，通常拢是因为天经加速骨质流失，男性则是年纪缘故。不过医生提醒，这慢性病、胃肠营养问题，或者是相关药剂病等等，拢可能造成。甚至参照现在真流行的走马拉松，那长期拢维持这项运动，嘛是一种危险群。一些慢性病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非病态造成的比如说烟瘾很大的人，或是酗酒的人，这些都容易造成骨质疏松。那还有某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生活习惯、生活运动状态的人，这个也容易造成骨质疏松。像是如果长期而言呢，都只跑马拉松，那不做其他的一些运动的话，那这种人呢，因为他为了要应付这个长跑的需求，他的营养呢会做一些调整，而且经过长跑之后呢，他有可能在身体里面呢，这个性腺的部分造成一些干扰，所以它会造成这个骨质疏松，甚至造成这个容易骨折的现象，所以，只要骨质疏松问题，一定要找出背后真正原因。如果像是走马拉松，就一定要注意营养的控制，加搭配其他运动的模式来减轻骨伤威胁。但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有时好天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10月18日中港台湾电新闻，咱再会。